大家好，我係 Dr. Raphael 羅醫生，我係新加入 CTU VMC 嘅麻醉及鎮痛科專科獸醫。我喺悉尼大學畢業之後，一直都喺香港，包括 VMC 呢度執業。我完成咗喺美國加州大學 UC Davis 為期3年嘅專科訓練同埋考試，成為麻醉及鎮痛科專科獸醫。我好開心再次加入 VMC， 可以再次有機會為香港嘅寵物服務。近年見到香港嘅寵物主人對於專科獸醫有好大嘅需求，好多時都會涉及到全身麻醉。我作為麻醉科醫生嘅職責就係提供安全嘅麻醉俾我嘅病人，即係大家嘅寵物。麻醉完成之後，見到寵物安靜無痛咁樣醒返過嚟，就係我喺工作上最大嘅滿足感來源。喺 CTU VMC 呢度，除咗有全港最大嘅麻醉部門之外，亦都有齊晒各個其他專科嘅同事，有好多嘅個案需要我哋嘅麻醉科嘅服務。亦都有好好嘅 ICU 同埋病房同事去照顧我哋麻醉完之後嘅病人，所以我好相信喺 VMC 呢一度，我可以充分咁樣發揮我嘅所長，俾到大家嘅寵物最好最安全嘅麻醉。另一方面，我亦都好想向香港嘅寵物主人同埋各獸醫界嘅同業宣揚多啲有關於麻醉嘅知識，等大家知道其實而家寵物嘅麻醉已經好先進，我哋可以俾到好進階嘅照顧我哋嘅病人，大大咁樣提高咗安全性。好期待嚟緊嘅日子可以同大家好好合作，俾到我哋嘅寵物最好嘅照顧。